返嚟新聞時間，中九龍繞道今個星期日投入服務。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星期日早上10時通車，現階段不收費，待明年全線通車才按建議收8元。預計油麻地來往啟德車程由約30分鐘大減至5分鐘，相信有助疏導車流。為配合紅磡站至尖東站之間嘅路軌改道，港鐵屯馬線明年會有2個星期日要分段行車，乘客途經紅磡站都要喺對面月台轉車。屯馬線明年2月1日同3月8日呢2個週日唔會行足全程，由頭班車起，屯門或烏溪沙開出嘅列車都只會以紅磡站為終點站，之後掉頭，乘客要喺對面月台轉車。假設我要由荃灣西去顯徑，我就需要係到達紅磡嗰陣過去對面月台轉車。